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小狐女巫。今次嘅靈魂交談會，我想同大家講下六神通之一嘅靈魂出竅。靈魂出竅又叫做出體、出遊，而佛教會叫呢一種能力為神足通。一般嚟講啦，可以靈魂出竅嘅人，我哋內行人會叫佢做夢行者。而靈魂出竅大致有兩種方法，一種係間接出遊，另外一種係直接出遊。間接出遊就係一個人佢喺夢入邊，然後突然之間發現自己原來喺夢入邊，簡稱知夢。呢個時候嘅狀態，你嘅靈魂係清明嘅，但係肉身依然保持沉睡，你嘅靈魂就可以自由選擇你嘅去向，達至間接出遊。另外一種係直接出遊，就係你唔經過睡夢中，然後直接令到你嘅肉身沉睡，而靈魂保持清醒就可以做到啦。認識我嘅朋友都知道咧，其實我小時候咧已經可以做到知夢同破夢，而家亦都可以做到直接出遊，亦都係靈魂出竅。對我嚟講咧，靈魂出竅嘅意義其實係理解到呢個世界嘅無限可能，同時間亦都知道每個靈魂其實係擁有完全自由嘅選擇。如果你對於夢境、靈魂出竅有興趣，想知道更加多點樣做到知夢、破夢，甚至乎更加多夢嘅秘密、靈魂出竅嘅方法等等，第二期嘅靈魂月刊會有詳細嘅講解。而第二期我哋亦都邀請到5位嘉賓分享呢一方面嘅經驗。有興趣歡迎 follow 我哋，或者 DM 我哋查詢月刊嘅詳情。我哋下次嘅靈魂交談會再見。